这个过年有要我300个旅客去越南富国岛旅游，不过那像是因为旅行社伫钱行甲当地人有长底，所以这阵旅客最后拢互人放婚照。观光署是表示讲，经过协调，这个旅客伫2月13、14会分4批坐飞机返来台湾。 昨天的行程完全没走啊，问不到所谓机票的问题，那也是一直让我们在担心害怕。伫游览车顶分享心情，活300名旅客伫越南富国岛防等咧无管的代志脱手。虽然防指控的年代旅游在伫出面表态会解决问题，不过旅客也是真烦恼。我们现在的机票是属于未知数啊，明天要回台，我们没有飞机，我们大家都会担心啊。 哪有人旅游完成这样子的？行程恢复之后，他有安排住宿，但是我们的住宿因为已经预定了，所以不晓得这一块年代会怎么处理。旅游行程受影响，就连敢会当回来台湾，可能拢出问题。因为旅行社讲，旅客唔免阁付钱，会派车转接，也会付款，不过当地的地接旅行社却也未摕到钱。他昨天跟客人讲说，都不要付钱。 中午11点半会安排车子来接，完全没有半台车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这个让客人坐计程车走。客人回去以后，我能不能收得到钱，真的是打很多个问号。就是所有的款项，我只收到1/10而已，其他全部都是我自己垫的。旅行社阁发声明会室内会安排回程飞机，不过因为春节期间无好叫车，所以请旅客提前叫车到机场，那这自费的费用，但等到台湾了后由业者补偿。 全部都是放鸟这样子，然后让我们就是自己叫车，自己找东西吃。有一些人是到了饭店 check in 才发现完全没有订房，然后那个饭店也满了。13下昼，一批旅客先返来，也反映伫富国岛当地这当靠家己的困境，也讲无要搁去想伤济，破坏心情。观光署指出，此案是年代旅客欠越南当地的旅行社团费所造成的纠纷，经过协调，旅客会分配坐13一班、14 3班次返来台湾，后续会继续搜证，搁请屏保协会成立专案小组协助旅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